阿公以前就这样教给我爸爸，我爸爸传给我，接续这样子做，都没有改变。超过3万个日子没有改变。一块方盘，一勺米浆，1分10秒。大灶里隔水蒸煮板条时，邱明章的手也未曾停下来。就是一片一片蒸啊，非常辛苦。像一般年轻人可能都不接受这样蒸法。坚持唔用它，留喺传统。坚持不用太留黑传统，坚持不放弃，留住传统。对，这已经是传了3代的做法。对，第3代。看似简单的流程，其实每个环节都有考验。一个分心，老手也可能吐槽。超过时间，它就会像气球一样会爆掉。这个会拉破，剥的时候要很小心的剥，跟外面加粉的 QQ 的很有韧劲，怎么拉应该都不会破。邱明章点出了采访这一阵子台湾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惧，要我们注意，即使厚度只有0.3公分，板条的颜色并非金银白皙，就是米的色也不会说像外面有什么特别白，那就要小心。因为就是浸泡1碗的再来米磨出来的米浆，不掺太白粉、玉米粉或添加剂，不会说很 Q 啊，像吃饭一样啊，那口感是像饭一样，就米加水嘛。加上自制的油葱酥，手工客家板条，无论煮或炒，汤板条、干板条或是蛋炒板条，作为主角的板条都能在唇齿间迸发米香。每天都来吃，就很划算，一进去就是很咕溜，进去好消化。现在外地人也会闻香而来，但老店坚持每天2斗米，大概只有200碗的制作量，当天做当天吃，才能维持板条的最佳口感。自己可以吃的东西，才可以卖给别人。这也是父子传承关于食品良心最简单的答案。坚持唔用太留等传统，坚持唔用太留等传统。谢谢宗仪老师。